你聽過熊市，但係唔係好清楚，其實有啲乜嘢係熊市嘅唔同階段。等我同你解釋下。熊一係指市場初步下跌，投資者開始擔心股市或者加密貨幣價格開始出現回落。呢個階段咧，市場嘅情緒咧仲比較混亂嘅，唔係每個人都相信會有大幅跌幅嘅，但係已經開始感受到不安。熊二係指市場反彈後呢個時候咧，投資者嘅情緒咧變得比較樂觀，大家以為熊市已經結束啦，但係其實只係大跌嘅開始咧。市場喺熊二之後進一步下行啦，咁好多投資者會選擇繼續持有資產，結果咧就錯過咗提前退出市場嘅時機。熊三就係最極端嘅階段，市場大幅下跌，資產價格持續走低，投資者情緒最低。咁呢個時候可能出現市場底部，但好多投資者都唔敢入市，因為大家唔確定幾時會反彈。舉個例子啦，2008年啦，雷曼事件咧就係一個典型嘅熊市三㗎。股市同其他資產價格大幅下跌，投資者情緒咧跌至谷底，大家咧對未來咧感到非常悲觀。下條片我會同你講解牛一、牛二、牛三，幫你更清楚識別市場嘅不同走勢。記得 follow我，了解更多關於投資分析嘅內容。